好，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国际金甲银拢起价。中央银行推出着史上上贵的每年纪念特币，一套是2450块。虽然是比去年大起36%，但是也是吸引着济民众来抢买，真济人是套尾排队。我今年的属马，因为我自己就属马。敢是想买不要紧，丙午每年生肖的纪念特别有真侪人半暝就来咧排咧啦，这排队是千军万马。为台湾银行门口排，设一大连，到底排偌济人，真正唔知影。不过伊嘛当心呢，唔是老大人，是半暝1点就来排咧的少年人。第一次，然后你就第一个。对，因为我没概念，就想说早点来，怕抢不到。要带15，少带了棉被这样子。对，少带棉被就可以直接睡觉。9点门一个开，2位大学生马到成功头一个，真欢喜点是因为暗时等到天光的供应见果，伊遮侪人透明咧排列，是因为各一个金银的介绍拢起价。央行推出的丙午年生肖的纪念特币。算是有史以来上贵的，一套爱2450块，比去年起30%。去年12年好像没有，完全没有卖完，没有到对对对的时候，有部分缴回去。对。宜兰的台湾银行透早嘛有真侪乡亲伫排列，风正冷，抑阁心正热。央行即摆发行9万套，万国5万套已经卖了去啊，4万套台银各分行伫卖。一个人限买2套，台银外口已经有人出关价要收啊。我觉得会卖的几率还是会大，因为现在套利的人多，很多人都是亏出来的，然后现在反而是有套利的人。每年特别设计亮点是银币正面是镀金的奔马图，倒面刻的是台北101的跨年宴会，面额10块的东合金币，正面是几号风格马匹的设计，倒面是色彩缤纷的绣球花，欢欢喜喜迎接每年随趁钱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